检调伫顶个月抓到退役现役军人伫台湾组成的中国间谍集团，风声用这美金1500万的代价，但中国伫咧军演的时阵，飞行官接使军用直升机去偷窥中国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中共最近这几年真侪这款杀人导航的动作。另外，邵伟强中国间谍案，另外一名姓孔的中校，想要利用交台官工吸收军人摕到情报，检方惊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甲起诉，也建议法院就要甲判重刑。CH-47军用直升机伫国庆典礼吊挂大型国旗飞过总统府顶面，吸引眼光。也毋过，即马传出检调在1月底破获以契丹退役军官为首，在台组织共谍网的集团，捌想要策动细正中校趁6月中国军演强南瓜近南国24海里，驾驶CH-47直升机停靠强南，提供收金1500万美金甲泰国永久居留权。那安尼，蔡总统主持的控制第一机密专案会议内容，传出一项泄露。这几年的的确确，中共对我们有很多动作拉拢我的人的确受到蛮大的影响。有什么征候，一方面会提醒检调单位有这资讯，再一方面我们就要做损害管控。专家分析，这款直升机飞到强军大型军舰，像有准二定陆舰，比这款战机需要准备机场、后勤整补较简单。虽然这款 CH-47无成功，也毋过也反映出中共的野心，国军爱家庭情资已经外泄，爱赶紧脱牢。第一个先暂停飞行这是必须的。然后第二，赶快查明这名的涉案军官他到底经手哪些业务。那第三点就是说，目前比如说这一周或这个月的他们叫飞航的航次。可能必须航特部就要做完整的调整。强调案一直传出，进前退役上尉邵伟强替中共发展组织接受陆军上校，向德军签导航承诺书。邵伟强方以国安法定罪判刑12年6个月定案。又毋过另外一个也互邵伟强吸收的姓孔中校，想要透过免费招待境外旅游，向现役退役军官提供情报给中共。桃检在以前价以贪污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嫌起诉，可见且反映相当量刑。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跟修法前的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一的第1项跟第2项，为大陆地区公务机关发展组织未遂等罪嫌。虽然姓孔中校承认犯刑，搁缴回犯罪所得，不过检方认为危害国家行为，未当轻放，行政法院没收不法所得11700美金加人民票6万。检方也表示，方接触的军官有的是无大刑，有的是因故无造成。好佳在拢无其他人方吸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